今天是2005年8月多少啊？14号。藏文课是第52次，咱们先复习上一次学的117页。Q 米东瓦罗巴拉举北，你莫记勒那，献给落日勒巴维开，开了一把献给。秋丁七咱们写吹把汤，秋丁色波写麦，看的海谷地，信度来读，看柴瓦戴帽让西读呗。爱学三了，潘北鲁西龙堂，给包快给通瓦堂缺吧来，爱拉人了，开单切吧忙瓦人。家姐给别三把了，第米登那查的，第登那阿伟，可桑瓦尔读，七瓦提三把了，空气哈迪。大家他们借了，桑瓦尔度娘，开南给军都缺了，开爸爸去的，阿拉批记堂，开给普车日不顿春切。给进台湾桥，伢皮珍宝培育节日写呢，培棒带行给班再把人，他怕牛行，俺养江班嘴。辣姐白马外江张瓦绝，下边开把糖包也高兴，切乃养你东巴拉，军心绝巴嘎那样，家外采纳家拉对，米姐秋意刚拉的，绝穷诺尔给刚瓦拉，行穷沙宾得拉的，罗穷日巴古瓦拉。Q 马运马米开吧了，Q 的月春切，马开班给我多，复习完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再来一部分。第七章是副词了，前边是形容词。这些这个语法都比较好，好理解，主要就是这个熟悉，学这个语言，尤其是咱们学这个藏文呐，不要求说、写、听，只要求读，就是能够读懂，咱们就能够翻译了。
这个，但是他这个学习的方法跟那个就是全面学一种外语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多读。咱们不是主要练读嘛，就是多读。你多读了之后啊，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、不可缺少的一些句型。就是说，你要掌握藏文，你必须把这本书上的这个句型啊都熟悉、都理解，你才能看懂佛经。你反复的读，多读，在脑子里头这些句型、这些方法，包括一些基本词汇，你都熟悉，你这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。它怎么变化，它也出不了你这些类型。你只要是这个认真一想，你就能看明白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把这本书呢，一定要那个反复的读熟了，最好是能够让它就是能够记住，能够背过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到时候一看到相似的类型，你就能想起来，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现象，这是什么语法现象，你就能掌握。所以，这个多读的一个最省力的办法，就是有很多方法，里头最省力的办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经常读，就是时间少一点，分散开，每天都读几次，这是最省力的办法。这样的话，基本上你就不用这个每天就拿出来一些零散的时间，你自己给自己安排规定，或者是你每天刚坐到桌前先读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你自己随便规定，就是达到每天零散的。你不要集中时间，说我今天一天我看2个小时，这个效果它就不如那个零散的分成3、4次看1个小时，一次看1刻钟，你看4次，那个效果绝对远远的超过那个集中一天集中一个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再就是说我3天读一次，我读半天，那个效果就更差。虽然费的时间多，费的精力多，但是呢，它那个效果就差。所以呢，就是学语言就掌握住这个规律，它就是靠反复熏习，熏了一会儿再熏，刚到种子里头沉下去，又把它折腾起来联系一番，然后再干点别的，刚这个又沉下去，又弄起来，弄的那个就是到处你一说这个词儿，把好多联系都出来了，那个词儿立刻意思就出来了，就掌握的你牢固的很。咱们现在你看一遍就是一遍的这个作用，咱们现在先来这个看它的语法。第一，副词的种类，副词按意义可分为4类。第一，程度副词，就是说程度，就是走得远近。你看啊，第一个是哈江，这个咱们学过，就是非常很十分，人，这个没学过。这个咱们原来学人是什么呢？是每一的意思，人就是每一个，各自，每一个，各自是那个意思。现在呢，又学它一个意思，就是人有真的意思。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字典上是什么呢？就是很，实在是，多么，你这个都记上，就是真好，实在是好，多么好啊！一种带有点抒情意味的，就是有点这个发挥想象的那种，人，这是又学它一个意思。原来的每一就是每一个的意思，现在加上又是一个很，其实你就是它是都是那个就是很非常都是那一个意思，就是各个稍微有点特点，然后下边一个咱们是见的非常多了，信度，因为这个拿后边原来有塔扎，所以呢读4声，信度就是非常，这是最普通的非常。日不度，这也是非常十分，反正就是基本意思都一样，都是很非常，但是呢稍稍的有一些区别。你像这个里头区别就是那个人稍稍有的特点，就是带有抒情，还真好啊，多么好啊！实在是好啊，有点那个赞叹意。这个其他的呢，基本上一样。这是第一行，再看下边啊，也，这个是新的，以前没学过。它这上边介绍是根本，学过呀？那我给忘了。然后它的这个字典上的本意还有什么呢？就是最初，就是时间上开头最初。本来，就是根本。你看它这是根本嘛，根本也有本来的意思。最初本来，
还有永远的意思，永远。它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肯定、绝对。所以这个词儿呢，这个有时候这个词儿啊越简单，越那个形式上越简单了，包含意思越多。你形式上越复杂了，它就等于限制多了，它这个意思就窄了。这个也，这是一个，这个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你看它有这个肯定绝对的意思，也有那个完全十分，有这个意思。根本上就是这样，完全就是这样，彻底就是这样，它有这个意思。庸俗，这个咱们熟悉，庸俗就是完全，彻底。这是程度副词。再一种叫时空副词，就是这个时间上、空间上呢，的关系。这个你看啊，它里头第一个是阳，就是又做什么，再做什么，就再增加一层，那就是为什么叫时空副词呢？就是空间上它有两个，阳就是前边有一个，现在又有一个，就是再做一遍，在时间上有一个这个先后，在空间上它并列是两个东西，就是这意思。然后后边啊，罗布儿，这是个新词儿，但是呢，在咱们佛教里头呢，这是一个不是常用词，但是呢用，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本意是突然、意外，还有一个你记一个临时出现，就是突然、意外、临时出现的，就是它不是永远的现象，不是根本的现象，它是就是属于那个偶然的，临时的出现了一下，临时出现。还有一个这跟这个意思啊是一致的啊，它那个解释你来体会啊，新起来的，就是新出现的，新起来的。说讲这一堆，说佛经里头用它做什么呢？佛经里头用它做一个那个叫客尘烦恼啊，客尘就是烦恼的一个形容词，是客尘烦恼。什么叫客尘呢？客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烦恼啊，不是我们众生本来具有的，我们众生本来根本上是没有烦恼的。结果呢，突然来了个烦恼，新起来一个烦恼，临时出现一个烦恼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把它去掉的，这不是我们的本质。如果烦恼是众生的本质，那众生你就脱离不了烦恼了。因为它是你的本质，你就没办法了。这个烦恼不是我们的本质，我们的心地原来就是也不是原来，没有这个时间关系，就是说我们的本质啊是清净的，我们的本质跟佛呀是有佛的那种完全清净的本能，但是呢，客尘烦恼被外来的烦恼给我们暂时的把我们给那个迷惑住了。我们要是把这个假象迷惑去掉啊，我们就能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就能恢复这个如来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的烦恼叫客尘，客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是外边来的，暂时来的。第二个尘就是一种污染，这个客它不是好东西，客尘就是叫外边来的污染。我们的心被外边来的污染，客尘烦恼的意思就是这个。你跟这个突然意外临时出现新起来的新升起的跟这个结合着，跟他那个本意结合着去理解这个客尘烦恼，你就能够。否则你要是光在汉文里头看到客尘烦恼，想了多少天，是这个查字典也查不着 no，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，通过它的那个语义，你就可以对它加深理解，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。客尘烦恼就是客尘，就是落波儿，就是突然来的，临时来的。下边大度，这是经常的。这个大，如果大字如果不带那个卡，后加字卡是马，带上卡就成了这个经常的，长短断长，常见就是这个。下边一个是特东，这个特东的意思呢是这个还怎么样，
尚怎么样，仍然怎么样，再怎么样。特东就是仍然是，还是，哎，仍然是，还是，这个还是这个意思，还，仍然是，还是，尚是，哎，仍然是，还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对，高尚的尚，尚也是还的意思，还是，仍然是，哎。下边两个作为一组，这个好记，雅日，雅日，马日。你看那个雅日呢，雅是冲两个口都冲上，所以雅日是往上。哎，马日那个马呢，上边一横，那个冲口开口是冲下的，所以是向下。哎，后边加上那个拉丁，就是然，那就是向什么方向嘛？向着上还是向着下？哎，这就好记了。很多组词只要是带牙的，就是往上的；带麻的，就是往下的。很多组词都用这个字根。下边一个也学过，喷村，喷村，哎，就是互相，这是在学拼音教材的时候就学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语义也分析一下。攀是利益，利益也可以名词，名词就是利益、好处、恩惠。动词就是利益，就是帮助别人，利益别人。攀是利益。村是什么呢？村是以内以来，什么以内，什么以来，就是画一个界限，从那个界限呢里头，或者是以你说话的人呢，就是以来，往你从这个界限往我这儿以来，哎，往现在以来。村，咱们不是学了一个叫村切吗？村切就是什么以上，什么以内，什么以来，哎，就是画一个界限，那个界限往自己这边来，往现在来，哎，村切。村就是以来。然后呢，说利益以内，那就是好像我们这些人互相这个利益啊，都在利益之内，就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。哎，语义呢，就是帮助你来这个也记一些词，也来理解一下这个词。下边一个啊，记了记，记了记，也是互相。你这个也用从语义上来分析来记。记是一个，拉是对着一个，一个对着一个，那就是互相。哎，一对一，一个对着一个，实际上这个一对一，一大堆人里头也可以说是一对一，因为你具体发生这个，比如说话啊、做事啊，它也是一对一，就互相的意思。好，这是两种了。第三种叫方式副词，就是做事情的这个方式方法，哎，这样的副词说明方式方法。第一个是让，让本来是自己，让做副词用，就是自动的，哎，就不是他动的，哎，自动的。第二个是计价，计价，计价呢？你看这个计是一，家一般咱们就当那个大家的那个家来理解，计家就是大家一起，哎，计家那个就这么硬这么联系吧，计家就是一起，就是大家一起努力。憨记，憨记是一同一起，一块儿。这个咱们也学过。下边一个昂给，这个昂给是自然的，就是自然而然的，哎，这个自然怎么样？哎，这就是顺因缘，就这么就自然就达到了。这个昂本身呢，这么几个意思，一个主要意思是性格，昂的意思是性格。然后呢，性格呢，它发展出来有这个，就是说这个人的品质啊，这个人的什么情绪啊，它有这方面的意思。然后再一个意思就是，性格这种东西啊，就有点是这个自然的，就是没有道理的。哎，比如说这个人说他为什么是这么说呢？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说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，那就是他自然就会这样做。
所以呢，它有自然的意思，就是顺其自然，自然这么来的。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性格，性格情绪。下边一个是混给，它这个读四声有可能它也是后边古代有它的，混给呢就是天然的，就是这个自然的，任运的混给。下边一个是过渡，暗地里的，那个咱们前边也学过一个暗地里的是帕杜啊，帕杜也是暗地里的，这个过渡也是暗地里的，学2个暗地里的。那个一巴间没看清墙那边暗中有人，把人家跳墙过去把人砸死了，就是帕卡帕，也是暗地里的。下边一个这个是常用的 rimgi， 就是逐步的、渐渐的，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像这个次第要按次第、按次序、按顺序，也是 rimgi。这是方式方法，就是一个事情发生、做一个事情的这个方式方法方面的副词。最后一种是语气副词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挨班肯定，就是挨班就是一定是这样，肯定是这样，这么一种语气，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语气啊，他能够比较肯定，不是没有把握，有把握的。下边一个是技感，就是无论如何，你看他这个能从字义上看出来，技加上一个撒就是句格，就是用什么也，你用什么也不行，无论如何也不行，怎么样都不行，无论如何也，用什么也，你可以从字义上把它记住。下边一个是是那个啊，下边是啊，是什么语气呢？是一个问话的语气，它这写的是是否，你直接给它用一个字代替，就是妈，一个口一个马，就是加上它就等于说，你比如说这个是红的，这就是一个叙述语气，说桌子是红色的，然后你要是它要是加一个呢，那就成了桌子是红色的吗？就等于加了个妈，就是是否桌子是否是红色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你就把它用一个字代替。它这个东西啊，它不像汉语加在最后，它是加在那个问的那个东西前头的，就是什么玩意儿，就是是什么什么吗？就是他先说他后说那个是否的那个本体。最后这2个好办，但是需要这个分别记一下，米马，咱们前头啊一直没有区分它俩，一说就是米也是否定的意思，马也是否定的意思，它俩呢稍有区别。这个米呢就是不，你来这就是他们2个都是否定的意思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他们俩呢是意义上稍微有点区别，这个米呢偏向于不，马呢偏向于不要，未勿就是不要，未就是说还没有，他俩的意思呢稍微有点区别，可以这样这个多熟悉，慢慢的呢对这个藏文掌握的就会越来越精确一点。好，下边他又用另一种分类方法，说副词啊按构词方式可以分2类，第一类叫单纯副词，就是一个副词，不是合成的。你看啊，一个是人，这就是前面学的那个说真如何即如何，就是那个带有感情色彩的那种非常。阳，你看它这个都是单纯副词，就是说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副词，没有附加成分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副词，干干净净的。哈
哈江。这个为什么叫单纯副词呢？因为这两个词单独拆开了没有意思，就是它俩合起来就是叫非常。哎，也就是说它俩合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很字儿啊。你那个拆开之后就跟这个词跟很没有关系了，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单纯副词，就是没有附加成分，就是这意思。这个下边呢是合成副词，有的副词呢要跟其他东西合，跟什么东西合呢？咱们看第一个 ribdu 它是跟什么合呢？跟一个拉丁合，跟一个格助词合，哎，所以呢它是合成副词，就是加了一个格助词，哎，一个单词加一个格助词合成一个，就是这个读我也多次说过，副词的时候这个读就相当于土野地，哎，就是十分的好，十分的努力，哎，这个都相当于一个土野地。下边一个 rimgi， 哎，逐渐的、慢慢的、逐步的，它这个是跟什么？也是跟个格助词，是跟那个句格助词，哎，句格助词，就是以这种方式。哎，以什么方式呢？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方式，不是迅速的，不是爆炸式的，哎，是按部就班的，按顺序慢慢来的方式，逐步的。Portur， 这个也是互相。Portur， 这个互相是怎么组成的呢？趴是什么呀？趴是对面，趴是对面。也叫这个那边，对面就是那边，彼处，哎，这个文言一条就叫彼处，跟我这边跟说话的人这边相反，是对面，哎，趴是对面，趴日就是向对面。粗日呢，咱们学过，有可能你们记不得了，粗日是这边，就是说话的人的这边，这面。哎，粗日是此方，趴日是对方，哎，粗日就是我这边，往说话人这边，哎，这方面，趴日跟粗日合起来就是往对方那边，往我这边来回，哎，就是互相的交流吧。跟上边那个组词方式不一样，上边那个是喷村，哎，这个对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它整个那个这边全是俩拉丁。哎，那个呢不是，那个是完全是词儿的组成部分，没有那个拉丁，没有格助词，就是叫利益以内，哎，那个是那样组成的，说大家都在利益以内，那就是互相帮助，哎，这个呢就是用两方，哎，对方跟此方，此方跟对方，彼处，此处彼处，哎，此处彼处放在一块儿，互相，向彼处向此处，那就是互相。最后一个词儿是云马切板，云是相续，哎，连续不断的相续的。记住这个切吧，经常这个出现，切吧就是断，就是断绝，把它弄断、弄开。断开，哎，主要基本含义就是这样。马切吧就是不断的，相续不断的，哎，就是不间断的，这等于是个重复的意思。云相续的就是不断的，后边不断的还是相续的，哎，这是一个形成一个成语吧。好，这是副词种类，下边说副词的构成就是形式上，咱们读一下啊。合成副词用附加法或复合法，这跟前边的那个基本上也都是附加法和那个附加法跟复合法。用附加法的构成时，所附加的后缀都是由格助词转化来的，就是说副词的这个附加的后缀都是格助词，都是那个拉丁呐什么这些东西。第一个。后缀由拉类助词转化来的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拉丁。拉丁为什么不说是什么格呢？因为拉丁好多格，叶格，拉丁最基本的含义是叶格。什么叫叶格呢？主体做事情对着谁，向着谁，表示
做的这个方向、对象什么，就是向着谁对着谁做这个事儿。叶格，叶格一般表示间接宾语，记住。你比如说，我对你说话，你是间接宾语，我说的直接宾语是话，我说它的直接宾语是话，然后对谁说，这是个间接宾语，说明情况的宾语。所以呢，拉丁的最基本拉丁它是对这个叶格是最基本含义是叶格，叶格就是对谁作业，对什么作业，向什么方向作业，是间接宾语，说明这个直接宾语以外的一些情况的。拉丁的这个基本含义是叶格。还有什么呢？余格，就是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里头，在什么时间，余格。拉丁有很多的格，它就是很多格都用拉丁，所以有时候咱们一说拉丁，实际上它把这个叶格呀什么都包括进里头。好，咱们就看用拉丁转化的啊。第一个，信度，这非常就是信加上一个这个拉丁，就变成了这个非常地，你就把那个拉丁当成这个地，土也地。匀度，就是相续不断的，它本身是相续嘛，也就是经常的。庸俗，完全地，就把这个拉丁当成一个地就完了。第二个是后缀由句格助词转化而来，句格就是那个作为工具，用它来干什么？咱们看啊 ，ringi， 就是用这种方式，用逐渐的方式，不是用这个突然的方式。ngangi， 自然的，用自然的这种方式，不是人为的。tupgi， tup 是方法，用方法就是想方设法。好，这是带后缀的，都是用格助词。下边呢，复合法。复合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除用词根外，也有加助词的，就是复合法就是两个词组在一块儿的副词，这叫复合法。格助词它不算一个词，它算一种附加成分，所以叫附加法。区别就是这个，复合法就是两个词，两个有意义的词。第一种是并列式，就是两个词并列起来，比如说头一个是 portur， 这个呢就是两个词儿，一个是对方，一个是此方，彼此也叫互相。它还可以加个都，就是彼此互相的，比如说互相的这个来这个帮助啊，互相的做什么事儿，可以加这个地。不加也行吧？对，不加也行。但是同一个格式可以既加也不加，还是说是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它这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加上这个，可以不加。然后它这个主要意义就是说复合形式就是两个词组成一个副词，彼此就是组成一个副词。后边喷村，这也是立意以内，也是两个词组成一个副词。下边是南丹度，这个南丹是什么呢？是认真，咱们在那个拼音教材里头也出现过。严肃、认真、谨慎，就是慎重做这个事儿啊，很那个小心谨慎的，有这个意思。南丹，它呢也是，你也可以带都，也可以不带都。副词嘛，因为副词是形容动词，都可以带土也地。在汉语里头也是，你愿意带地，愿意不带地都可以。两个词组成的副词，这是一种叫并列式，一种叫偏正式，就是虽然是两个词组成的呢，但是它一个为主，一个为偏。咱们看啊，它是沁度，它这个它是沁，这两个词是符合了，组成了。但是它们的关系呢，不是并列，它是边际，就是什么的边际，什么的边儿。沁是到边儿了，到底了，到底儿了，到边儿了，
就是走完了，走到底儿了，彻底地。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动词，一个是表示动词走到的这个地点，就是它是这个里头呢，就是你说谁为主谁为副呢，都可以。以动作为主，就是走到的地点为辅；以地点为主，就是怎么到这儿的那个行动方式为辅。偏正事儿，就是两个不是并列的，他们两个不是重量不一样，就是看第二个是让心给，让心给，让心，这是两个词复合成的一个副词。这个让是自己，心是像什么？像自己那样，像本来那样，像本体那样，像自性那样，就是自然的。让心，那就是让是正，那个心是偏，像自性那样，像本来那样，它就叫偏正事儿。就是他们两个关系啊，不是并列的。下边一个庸俗左把，庸俗左把，这个呢，它也是两个词组成，一个是庸俗，一个是左把。他们两个谁正呢？左把正，左把是圆满，庸俗就是十分圆满，庸俗来形容那个左把，非常圆满，结果译出来还是圆满。这是偏正事儿，这就是复合的。最后还有一个主宾事儿，两个词组起来的副词。什么叫主宾事儿呢？就是一个为主，一个是为客。既给既了，既给既了，既给就是用一个，你看这句格嘛，用一个，然后既了就是对一个，用一个去对付另一个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互相用一个对付另一个。看第二个是既了既给，既了既给，对一个用另一个，这个就是倒了个个儿，对付一个用另外一个来对付他，还是互相。既给既，既给既，用一个，它就是少了个拉。你像用一个对一个，那不用没有拉也是用一个跟另一个关系，用这个那就是对付那个嘛。最后是既了既，既了既，就是一对一，就是互相的意思。这就是主宾事儿，就是谁是主呢？用哪个哪个是主，对哪个哪个是宾，用一个对一个。这是构词法上讲这个副词有什么复合事儿、附加事儿啊。下边呢开始例句了，所以你看这个语法呀。也比较简单，也好理解。实际上主要的我们任务呢是分类，并不是很重要。当然也帮助理解它的意思了。主要就是熟悉一些这个组词方式，熟悉一些能够判断出来啊，这是个副词。下边咱们来看这个具体的例子。先举程度副词。程度副词在句中做状语，一般是形容那个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前，这个跟汉语一样，在程度方面这个修饰形容词或动词。就是说这种动作它十分还是稍稍的，这种形容词它是程度如何，这是程度副词。咱们来看第一种。第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程度叫热，读一下啊，热，热度，信度，信度阳，就是最后一个呢，新鲜，它信度还带个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个强调的意思，就是更又啊加深一步，所以就是一个更强调的意思，没有什么特别含义。就好像那个什么都似的，加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，加上就是它更强调了，语气上更非常了。这些呢，做状语、修饰形容词或动词，位于中心语之前，表示程度的加强，就是说非常狠，就是加强程度。
如同时还有否定副词做状语。什么叫否定副词呢？就是那个迷麻，那是否定副词。说如果它这个加强程度是有否定副词，则位于否定副词之前，就是它你们咱们汉语有时候说不太好，这个否定副词在前头，太在后边。藏文呢，他说非常的不好，它是非常的不好，对，它那个否定副词在后边，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跟咱们汉语不太一样的习惯。你读句子的时候，有时候感觉会别扭一点。咱们来看具体句子啊。第一个是开那么热人，开那么热人，开是你，那么是你们，人是真，人是笨，愚蠢，你们真笨，你看加上这个人这个副词啊，它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你要说你们笨，那可能就是说你们笨点啊，你们那个不行。这一加人就感情成分就来了，你们真笨，那就气坏了，你们怎么能这么笨呢？就是所以这个副词就是加强一个程度，加上这么一个字儿就程度就不一样了，很不满意的口气。好了，这个第一句就完了。开那么热人，开那么热人。第二句，爱父母热度米读吧，爱父母热度米读吧。我的女儿非常的不漂亮，读吧，记住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儿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漂亮，一个是坏，一个漂亮，一个坏。你究竟是漂亮还是坏啊？你要根据他说话的这个意思去判断。这个地方他说，我的女儿非常的不漂亮，敌还是说这个女儿，这是跟着的，读的时候应该这个敌跟在后边，这个跟前边去一块读。我的这个女儿非常丑，既来讲七米献给，既来讲七米献给，既来从什么里头出来也不行，也就是无论如何。你看乃是从嘛，从什么里头出来也不行，你由哪儿来都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行，就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既来讲七米，七是外边，时间是晚一点，空间是外边后边，迷是人，外人，外人。这是那个国王，咱们讲那个故事啊，那个这就有用了。国王把那个破落贵族的青年找来之后，对他说我这个女儿啊非常丑，千万不要让外人欺迷，让外人显给另外的，这是强调，本来这个欺迷就已经是外人了，显给就是其他的人，就是除了他俩，除了他跟那个青年正说话，他们算内，他们算主体，显给就是除了咱俩之外的其他的外人，这就是强调其他的外人做主语，做句格，让其他千万不要，无论如何其他的外人怎么样呢？米通瓦人，米通瓦人不看见，无论如何其他的外人不要看见，不要看见，不看见，实际上是不要让外人看见，无论如何不要让外人看见。然后国热度多么西，国热度多么西，国是门，热度是非常的很，多
西是命令式语气词，关键词就是这个 dom 是什么呢？ dom 的意思是捆绑起来，捆绑起来，给它弄到一块儿，捆绑起来，捆绑起来，这是它的这个基本含义。然后就引申出来一些这个抽象的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禁止做什么，就是限制它，封闭起来，给它断除一些关系，就是给它断除一些这个毛病啊什么。结果呢，它做名词的时候就叫戒律。这个 dom 做名词用就是戒律，戒律是它的本意是什么？就是捆绑、束缚，就是不让你做一些什么事儿，断除一些什么毛病，禁止你做一些什么事儿，等于好像把你捆绑起来一样，就是限制你。你比如说不限制你的手脚，可以到处走，可以什么都可以做，给你捆起来呢，你就只能做某些事儿，不能做另外一些事儿了。所以它的名词是戒律。门要捆起来，不但捆起来，还要都捆起来，就是要非常的捆起来，很捆起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紧紧的捆起来。门要这个拴的紧紧的，它这用一个什么呢？闭紧，把门紧闭。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，你来理解它的意思，就是你不但要把门拴住，而且要拴得非常的这个结实，非常的保险，就这意思。这个里头就是语法意义，就是用了两个热不度。这个一用热不度就是加强语气。你看，说你把门关上，好，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话啊。临走记住随手关门，这是一种意义。然后说你一定要热不度多不起，就是你得把门给我关得死死的。他本来就修了一个7道门的那个宫殿嘛，所以让他关得死死的，就是7道门你道门都要锁好。这个程度。前边说他女儿那个不漂亮，也是热不度米读吧，就是非常的丑，丑的这个没法这个见人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加一个程度的加强。好，咱们来读一下啊。我父母热不度米读吧比。我父母热不度米读吧比。我父母热不度米读吧比。既来讲其米献给米通玩。既来讲其米献给米通玩。国热不度多么起。国热不度多么起。好，你看这个程度副词是很好学的哈，我看呀。还差8分钟，再学看下边一句啊。下边一句简单，咱们再学一句啊，再休息。体内就不能得给。体内就不能得给。体内本来是那之后，一般就是说之后，随后，后来，一般这样翻。但是注意啊，这个翻的呀，是一个很这个经常用的啊。翻于是，于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前边做了很多事儿吧，很自然的，于是后边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也是之后的意思。但是翻于是很自然，就是说由于前边的原因，于是呢，就发生了后边的事儿。记住这种翻译方法。世尊带句格，世尊干了件什么事儿呢？信度年行减北松。信度年行减北松。信度就是非常，年是动听的，动听的，悦耳的。比如说鸟叫的很动听，悦耳的。这儿说指人说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的很那个生动。行就是和，减吧，减吧是这个柔软的、柔和的，用在话上呢也可以，柔和的话，非常好听、非常柔和的。这个松啊，它也是话，它也可以表示声音，
它也可以表示声音，这是敬语。这儿呢是声音，这个声音那就不是这个跟形容话的意思不一样了，这个就是声音动听，那就是一种客观的那种客观的那种，就是说这个声音就是动，人听到之后特别喜欢，特别受用。温柔温和，这是说声音的那个强度，不是说很这个严厉，很这个暴烈，它是很柔和的一种声音。世尊发出的声音呢，就是肯定是非常有感染力的，而且世尊还会变一些声音。你像那经上说用身中梵音哈，它肯定是一种更那个有摄受力的声音。所以世尊的声音呢，这是那个就是跟一般人很不一样的。你看他这个形容叫好听的和这个温柔的，温和的声音。穷是出拔出，这个就是出来。这个前头也出现过，这是一个过去时。这样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于是世尊发出了非常这个动听和温柔的声音。结果他译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动听就给那个揉到那个柔和里头了，他就没翻。在汉语里头这样，因为汉语里头可能就不太好区分，实际上也可以区分出来，一个是动听，一个是温柔，还是不一样。这一句比较简单，这个你看信度也是很那个，就是形容一个程度。好，咱们读一遍啊。体内就能得给，体内就能得给，信度粘性将被松穷，信度粘性将被松轻。好，休息一会儿。